为了取缔山鸟鼠，行政院调集林务局、兼警调、移民署等15个单位，成立打鼠国家队，嘛要透过科技执法来消灭山鸟鼠。花莲偷草树的代志真多，亲像捕壳啊、搞壳啊、雇种这定规任务，一直拢是有人要偷草。可能最近4个月来，林务局都查到4件偷草雇种子的事件，按过要抓到山鸟鼠真无简单。我们林务局管的辖区就有33万公顷，那我们的巡视员大概就是100位左右，所以一个人大概就可以必须要管到3300公顷以上。那因为这样子的话，所以在人力上的话会比较不足。花莲林管处甲国检署联合开华东地区检警临时联合平台会议，环看司法检调、警政移民署15个单位成立打鼠国家队，整合各项专业才能，更较有效打击犯罪。法官、检察官，或者是警察，或者什么现场人员，在不同的职位的专业角色上，能够连接起来，让这个盗伐能够让他的从被发现一直到被定罪之间，不管是证据程序或证据的那个证据力，能够被认证啊。另外，林务局也开始用亲像卫星监测、红外线摄像机、缩时摄影、5G 回传这高科技系统来监测新闻状况，也提悬检举奖金。那经过起诉了后，营领查拉米市价10派奖金，相关50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